各位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9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长好，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是宣布讲，二级警戒要延长到11月15，抑阁有一个防疫措施拢会使放令，亲像是集会人数的限制，抑阁有去 KTV 唱歌、去浸温泉，拢会当唔免挂喙罨。啊，若代替高铁，抑阁游览车嘛会当开放驾驶。八大行业是有一部分是大条件。会当分2阶段开放。另外，上新的消息，这是第10批由民间买的 BNT 预防车，伫今日透早又阁送来咱台湾，这批有91万吨，伫透早6点19分送到咱的桃园机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自8无增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啊，不过增加6例境外移入病例，有3人是突破性感染，其中中型航空美国籍技师出过2期 BNT 疫苗，为美国派回倒来台湾，居家检疫5天，期盼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研判，真可能伫外站航程做着感染，会做基因定数。推测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那它的这个抗体的检验结果也刚出来，就是感染所产生的这个 N 抗体的话，目前仍然是阴性，就表示说应该是急性期的一个感染。考虑国内疫情长好而且稳定，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第2级警戒为11月初7开始延长到15。啊，不过部分防疫政策放令，比如取消集会活动人数上限、基本展演、体育活动、国家公园、游乐区等室外人数无个限制。高铁代替车厢、公路客运、游览车、国内航班、电影院、KTV 等场所，应暂时提喙罨落来食物件。啊，不过出外游玩爱挂喙罨，除非是唱歌、浸冷泉、温泉、三温暖等，应暂时免挂喙罨。但免戴口罩。但应随身携带或准备口罩。如本身有相关的症状，不特定的对象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仍应戴口罩。8大行业是分2阶段有条件开放，11月7日开始，无陪人的业者爱落实实验制防体粉，人员至少爱做1剂疫苗，而且满14天，佮经过地方政府核准，而且复业了后无做疫苗的人，每礼拜爱快筛1摆，各开集场也爱提供1剂疫苗证明，而且满14天。有陪人服务的业者是为11月16日开始，只要合法而且符合防疫规定，就应重新开放营业。这种怎么样？人与跟人连接比较多的场合里面，对疫苗的要求会相对的严格。但市长强调，11月疫苗应该有高度满足期，希望因承诺就有登记或者是第2期需求的民众，了后佮看情形调整疫苗政策。疫苗注射了后，死亡通报增加7例 ，AZ 4例，莫德纳2例，高端有1例。死因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其他的消息，这是行政院即马已经定案，军公告的薪水伫每年要调悬4%，这嘛是25年来调上济。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企业嘛爱做伙调薪水，分享经济成果。也毋过上总的理事长是表示，毋是所有的产业拢有咧趁钱，甚至即马还佫有一寡行业产业是靠政府的纾困金。行政院28确定，明年军公告调薪案1月7日开始调薪幅度4%。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民间企业也会当同齐调薪，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调薪了，这一次我们调4%，所以我也拜托民间企业也把经济成果跟员工共享。2022年，军公告调薪4%，现届军公告人员82万人会得到这个好处，退休人员至少52万人，所需要经费是314亿。这原来是1996年加薪5%了后，后续几年调薪幅度拢是3%。2022年调薪4%，这是25年来调幅上悬的一届。若是企业是毋是做伙调薪的？上总理事长柯树普是讲，若是也需要纾困的产业，要调薪的机会无大。有一些观光产业哈，多的伴手礼或者很多的餐饮、很多的住宿，可能这一块还是很难复苏。我们开放以后，才有可能把它复苏上来。虽然军公告带头加薪，不过国内通膨压力其实未小。观察最近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已经超过代表通膨境界达到2%，9月已经来到2.63%。另外，反映厂商进货成本的 WPI， 也就是吨收物价指数，也一直成长。9月份年起伏已经挖近12%。学者认为，至少都要加薪3%，才会当抵消这个通膨压力。
这 CPI 的年增率全年来看，有可能是接近2%，调薪的幅度如果能够超过3%。应该是可以应付，就是物价上涨的这个状况。油价呢，在近期的未来还是持续走高的话，制造业啊，或者是甚至服务业啊，它的成本就会压力更大，整个通膨的这个压力大概就会有机会升高。油价一直起，进口原料价销拢一直成长，或者是讲，若再个加上调薪，企业增加这个人事成本，恐惊会转到物价顶悬，或者呼吁物价稳定小组，最近一定要上准物价变化，嘛要考虑到汇率，因为目前台币相对较强，进口价销压力比其他国家小，袂当建材业者乌白起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市有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传出可动红婴仔。高雄市的社会局有调出监视器的画面，即马发现上无有7个岁外左右的幼囡仔红婴仔受苦毒防冷滴。那动手的2个员工拢是相关科系毕业的，也过拢无摕到证照。目前这2个人已经放弃头路，社会局嘛有处罚这间托婴中心，要求停办3个月。伫咧高雄市凤山区这间托婴中心的门口有菜2箱花，也过门锁掉的无人现。高雄市有一位家长进前伫咧网络发文，讲伊的囡仔送来这间托婴中心了后，情绪就真无稳定，身躯顶也有不明的伤痕。社会局接到通报了，启动调查，看监视器的画面，敢若也有6个囡仔也受虐待。托婴中心的律师讲，无方便讲内容。目前这个案子应该是在侦查中，检察官处理因为侦查不公开，你知道这个我们也不太方便去透过相关的案情。另外，这位阿嬷讲，伊的孙送来这间托婴中心已经半年啊，拢正正常。爱看囡仔伤痕是家己弄的，还是真正是老师有虐婴安尼？阮的要送来读册有无？他都自己高高兴兴走进去呢。高雄市社会局讲，会通知2位托育人员来听因的讲法，若是违反离校款法第49条的规定，会处6到60万的罚款，也会公布因的名，采取5年到终身拢袂当做托育人员。我们已经先废止这个机构的准公共化的合作的契约。另外呢，这个机构它有经营其他的幼儿园还有托婴中心的部分呢，我们也派人去立刻的稽查。托婴中心因为严重妨害囡仔的身心健康，社会局下令自11月初一开始停办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嘉义市北乡街一栋8栋历史的2层楼啊查起的建筑物，伫早暗6点外导火，火是烧甲真猛，规栋厝拢有烧起来。消防局6点外钟甲火拍花，加在厝主伫下晡的时就出门去拜拜，厝内无人伤亡。规间厝拢导火，消防人员一直向内面喷水拍火。嘉义市北乡街有一栋2层楼的茶厝，离8暗6点外导火，消防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拍火，火正紧就控制了。不过，这栋有100年历史、日本时代起的新屋区装潢的建筑，已经烧甲规个拢乌臭焦。好佳在迄当阵厝主出门无伫咧厝，无人伤亡。我感觉都唔甘咧，无安尼动啊，唔甘定人，一定唔甘咧。听到唔好听咧。系啊。看到家己住了30栋的老厝被烧甲乌臭焦，厝主讲真唔甘。这栋茶厝建筑物伫嘉义市铁道高架桥计划周边，争取文字身份的保留。目前也搁伫咧列册等待评估，无想到讲煞发生火灾。那目前的火势已经扑灭哦，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场火处理跟排烟哦。那里面初步确认结果，那没有人员受困哦。这2栋旧厝导火原因，也搁等消防局火调科的调查。文化局文字科讲会赶紧安排委员现勘鉴定，敢搁有保留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会落地渐雨，中南部空气品质无介好。若各地早暗会较凉冷，咱来看云图。今日伫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有湿湿雨，西半部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也过早暗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是16度6。今日各地高温是27度至33度，爱说日是暗时温差较大。要提醒乡亲，后礼拜1到后礼拜3水气会较高，所以落雨的范围就会扩大。在扩大了后，
日头远100落雨机会会较悬。其中拜六暗到后礼拜一会一直落雨，会连续落5天，拢是搁湿搁淡搁冷的天气。乡亲出门嘛爱记得早雨码雨伞。来关心宜兰的鼓山岛最近开始咧喷硫磺烟，真侪民众拢真好兴，都讲这敢是甲礼拜日北部大地震有关系。有学者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地震要来的一寡新的开始的现象。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这只是时间点拄好娘娘。哇，很久没看到了，哇，你看这个量就很大。大量白烟一直为鼓山岛头前喷出来，空气当中充满硫磺味。宜兰上海岸的业者自白早起去鼓山岛，发现16年来毋捌出现过喷气量这么大的孤岛红烟。因亲目睭看到鼓山北境之一的游客甲业者拢感觉真兴奋。中昼过后，烟量就减少了。今年3月份有发生过一次海底温泉，有一共冒烟，但是很小，这次比较壮观。大自然的东西本来就是啦，哪天要发生什么情形都不知道啦。鼓山岛下口有盐井库，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硫甲硫化氢，只要小块出现扰动，就会有气体喷出来，量少会被海水吸收，海水变白，量多就会喷出地表。这是毋是甲日时宜兰发生规模6.5到5.4强烈地震有关系呢？有学者认为有关系，有学者表示因果关系真歹去判断。我们也不得不要小心这种大地震，这种末代地震这都对我们是一个警讯。不见得跟地震有关，到底地震会不会对岩浆库产生扰动，继而那个引发它的喷发？我只能说到目前都没有确定，这个还没有一个验证。不过理论上是可能的。两个学者同款的看法是，民众免惊吓，这到底是一时发生，也是显示岩浆咧升悬的现象，拢爱透过长期监测才能掌握。气象局认为，地震过后发生孤岛红烟是时间的巧合，目前无观测到无正常的火山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进前国安局人员坐总统专机买4分之1的案，总统府警卫室的上校前主任陈敏华虽讲有互记告，也毋过同款升少将，嘛互用粉的名考试伊是700上将。即马互调查出来讲，伊嘛有买50条粉，互检方反起诉1档。来看《联合报》，也是追问案的《华盛顿的邮报》出名记者伍华德伫新册内底，伊是写讲，伫川普执政的时期，伫上阿尾的几啊个月内底，有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2届密电安打中国，避免两岸发生武装冲突。来关心《自由时报》，工研院即马是向上修正2021年咱台湾制造业的产值超过23条，这是历史上上悬，年增率是21.26%。按算这伫半导体产业这部分的产值，年增率是28.7%，搁较悬。展望明年各国的经济重新启动了后，咱的经济成长率会当继续成长。来关心新田冠状病毒肺炎预防社第12期的第2阶段，昨开始注射。昨这嘛是咱目前规模上大，防讲是上届复杂的注射方案。伫台北市的回浦注射站，会当注 AZ， 买当注 BNT， 一天上侪会当注13000人。若咱国内预防社注射率是第一档有注的已经有7成，若2档拢已经注好势，嘛已经达到3成。施打疫苗的民众 ，A 粒请往左边走 ，BNT 往右。第12期第2阶段注疫苗也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方案。为2月开始，台北市华博公园注射站自的量能全开，采取入口分流，同时注 AZ 甲 BNT 疫苗，一天上大注射量能延赴1.3万多剂。周遭的同事都没打到，对啊。就刚好这次有 BNT， 就赶快来打一打，这样子才会对自己比较有保障，对啊，而且就是如果疫苗率提升，那个重症，那个打疫苗重症也不太会有重症。
个人疫苗第一期注射率日已经有7成，第二期要3成。不过10月全球防疫论成排行，台湾稍为原本的42名降到47名，正做倒头算第7。尤其台湾伫航班载客能力、加注射疫苗旅客自由度表现较歹。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无奈表示，这份调查要求甲台湾国情无符合，才会造成安尼结果。他的那样的一个要求，跟我们现在的国情不符了。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就是在境内里面在我们国家里面尽量做开放，让经济能够复苏。那在保护这样的一个复苏的前提里面，那边境里面我们暂时就严管。但是中强调，目前国内尽量开放，让经济转好。在这前提之下，边境暂时监管，但疫苗注射率阁提升，而且4可能等国家疫情相对降低，对因讨论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应该向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9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394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893万例，法国是超过724万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社群平台 Facebook 面册，即马要改名叫做 Meta。这篇长是对外表示，因未来要增加实境相关的技术来发展。那面册顶头起赞的这个图，嘛会改做无限大表示。伫加州门诺公园 FB 总部外口，2位工作人员听到指令，随甲总头武功按赞的图救来，改做这个蓝色无限大的图形。It is time for us to adopt a new company brand to encompass everything that we do. Starting today, our company is now Meta. Our mission remains the same. We've learned a lot from struggling with social issues and living under closed platforms. I used to love studying classics, and the word meta comes from the Greek word meaning beyond. 大家早就知影 FB 正积极伫布局 Metaverse 元宇宙，不过 FB 最近代志真多，被指控追求无情的利润，行销对利效有害的产品，淡化处理网络爆料假假新闻，对客户的隐私保护不够。Instead of acknowledging in very explicit terms all the negative publicity and the reasons for that negative publicity, Facebook has very much decide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and go forward.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name change, Meta, which means beyond. They're really looking to dazzle us with everyth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do, and it's not even in the near future. 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讲 ，FB 积极推动元宇宙，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要救公司政策制定者的名声，并且重新定位。带动后一波网络技术的规范 ，FB 最近才伫咧澳洲找真侪员工。萨克伯格认为，伫未来5年内 ，FB 会转型做元宇宙，利用虚拟实境加扩增实境的技术，因可会当超越时空，有更加真实的互动交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那最近美国、加拿大、德国有几个国家都有发现讲，少年家得到妥瑞氏症这款患者雄增加未少。有专家就怀疑讲，部分的病人有可能是用伤侪时间，定伫看抖音顶头妥瑞氏症相关的影片，才会发病。正受欧美少年人喜欢的社群软体抖音，最近有真侪介绍妥瑞氏症的影片，相关影片加起来观看的次数已经超过40亿次。虽然大量影片和大家更加了解这种疾病，但过也带来想袂到的效果。加拿大学者伫去年秋天开始就发现，妥瑞氏症的患者增加真多。We were receiving, up to 17 referrals a week for young people who had suddenly developed tic-like behaviors. 妥瑞氏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不时会身躯一直喘，或者是发出声音，查甫发生的机会比查某较悬，而且一般拢是做囡仔时阵就会发现。不过最近的病例，患者大部分拢是青少年。Whereas in these kids, predominantly girls, they reached a peak of severity within 1 or 2 or
just a few more days. 医界怀疑有可能是某一种原因引发妥瑞氏症，结果发现有一寡患者拢开真侪时间伫咧看抖音。其实伫咧过去一年，英国、澳洲、德国、美国拢有这种情形。美国有医生认为，抖音顶头关于妥瑞氏症的影片，可能会影响部分网友。A lot of the kids that we're seeing or that are being seen with these tics report pretty high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a lot of it may be pandemic related. 学界医院伫咧研究社群媒体甲妥瑞氏症之间的关系，研究员已经有初步的共识，就是无论是毋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拢请患者休困一阵啊，暂时卖耍抖音，以免影响继续扩大。公司新闻市番玲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度中国边界即马关系较紧张，印度是宣布因成功试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飞弹的射程会当射到中国重要的城市。来关心上新的研究已经讲，有自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射的人，甲这Delta病毒为何出来的人的几率，甲无做预防射的人拢平共。来关心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甲中国贸易关系即马较紧张，状况无啥乐观，目前伊爱先安打两国的关系。其他消息来关心，中选会已经正式公告陈柏惟罢免案通过，台中第2选区的补选要按算伫明年正月初9要举行。民进党的部分即马按算要派出前立委林静怡来参选，那林静怡即马伊嘛甲伊的户口刷到台中的乌一人。被罢免成功了后，即便是台湾基进党立委陈柏惟，最后一摆到立法院质询，伊发表结业报告，讲近来对各方的相关建议，最后也向捌得罪过的官员回实例。但不管我人在什么地方，我是什么身份，我都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最后，我想向被我质询过的官员讲一声谢谢，我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有时候说话比较冲，比较大声，但都是希望台湾更好。陈柏惟被罢免了后，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要补选，基进党是毋是要搁出战，也无定案。民进党也积极备战。中执会通过补选提名征调办法，台中市议员张家安表示有意愿。前立委林静怡这次已经将户籍刷到台中乌一区。我本来就没有考虑过选举啊，我是有去迁户籍，因为党中央跟我说，希望我先迁户籍，等他们评估是不是有这个需求。民进党台中市党部证实，确定由林静怡参加补选。最近党中央就公布，国民党补选竞选严家兄妹严宽恒、严丽敏拢被点名，中治选区会正做拿着对局的态势。而且面临罢免危机的是无党籍立委林昌祖，目前台北市选委会已经在查对联署名册。你说我吗？因为我不会被罢免，所以我不担心啊。中选会自备审查陈柏惟罢免案投票结果，也正式宣布罢免案通过。外界也在关心，是不是会到12月18公投合并选举？中选会表示，台中第2选区补选会在明年1月初9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项投票，这是反台底保护海草礁重新启动核四甲公投北大选这4项公投案，是按算伫年底12月18要投票。民进党头一场公投说明会10月30要伫桃园举办，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出来说明。活动本地是按算要办伫中央大学，也毋过国民党批评政治袂使入去校园，落尾即马活动是改做桃园的三民运动公园。迎在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3伫桃园开始头一场公投说明会，由总统蔡英文加行政院长苏贞昌领军代表力领决心。只不过原本地点伫中央大学举办，互国民党批评民进党过去化政党退出校园，执政了后却商标。民进党立委以报名人数伤济为由，该地点伫桃园三民公园的户外抗跨场地。中央大学立委也正式收到主办单位撤回申请。比如说用文化协会啦。用这些名义去借，然后办政治相关的活动，这个例子打开以后，难道民进党还要双标吗？别人不行，只有他们行吗？国民党把它当作阁揆保卫战的话，那执政党你也只能被动因应嘛。然后譬如说菜市场啦，然后闹区啦、商家啦，
然后来请选民出来投票。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地面作战的部队。台湾基政治会陈柏惟方罢免，国民党拍算要继续鼓励目标向正四大公投，也好令也严重对台，甚至定调是国会保卫战。立委郑文彬讲，这边会头一场伫桃园举办有2大指标，除了桃园市，民进党伫北台湾人口上侪执政县市，全台企业超过半数伫桃园市场，政府推动人员转型，爱甲在地企业民众面对面座谈。有100场的说明会，社会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对象，那就是用这样的说明会都会去做一个说明各种形式哦，然后呢跟民众来沟通来宣传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先前就已经一直在做了那只不过接下来我们会更有系统性。离公投从无到2个月，民进党讲时间真逼，抗战着在当前，将伫各地举办8场的说明会，国民党也要办理演讲、查全代会。党主席朱立伦将宣誓启动1228场公投加讲，11月起返来伫大型团体将为党中央出发，为屏东开始一路往北，争取民意支持，包括江启臣、赵少康等人拢会到场助阵。哪了决战公投，拢爱推出悬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进前华航有一个外国技师伫厝内找公司，技术工会就表示讲，这个技师在生进前其实伊捌怨叹过，伊讲即摆的时间毋是咧驶飞轮机，就是咧检疫，拢无家己休喘的时间，真忝头。所以工会伫昨昏是发起黄时大悼念活动，望疫情指挥中心爱重视技术人员的健康问题。技术人员辛苦了，技术人员辛苦了，技术人员加油，技术人员加油！技术工会干部伫检疫旅馆楼下替检票当中的技术员加油。工会发起伫国内技术员住的3间检疫旅馆窗仔外挂黄带来悼念进前雄雄过身的华航外籍技师。工会指出，这名外籍技师疫情以来循环派背检疫，非常忝，也常常烦恼无法度照顾囡仔。安尼情形其实真侪技术员拢共款。生前他也跟其他的同仁透露了，其实在这个一直持续超过1年半以上的执勤跟检疫的连续派飞的当中，其实他已经感到身心俱疲。如果说只是1-2个月的时间，组员都可以承受，但是我们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年半以上的时间，而且疫情的一个状况还没有尽头。技术工会表示，检疫期间派飞的状况常常看到，可能长班在落地，加大检疫旅馆隔工就个被派飞。工会提出2大诉求：第一是检疫期间袂用派飞；第二是每个月有3天完整休困，保护受生活。就弄成一个检疫专区，比方说这里面通通都是可以必须来检疫的人，那他在这个专区里面，他还是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比方说他可以散散步、运动一下，或者甚至游个泳。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那居检时候的派飞了就会衍生到我们现在是要派飞的时候，现在要做那个快筛，用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过滤掉一些情形。民航局发表声明，对工会诉求高检期间无要派飞，每个月至少休困3天才期待。民航局会配合指挥中心，继续甲航空公司、甲技术员协调，希望应找到兼顾技术员身心健康、飞安防疫的方案。也表示针对最近不幸过身的技师，致死原因爱去调查，希望各界尊重死者，搁考虑家属心情，唔通搁一直讲。记者综合报道。11月11、双11，伫网络买物件有拍折有好康，这2档拢是热噗噗。大家是拼性命伫网络买物件，安尼刷落来，物流业者甲便利商店就真无用。运输业的工会就表示讲，有一寡货运公司甲送件奖金甲加班费拢白做伙，加送嘛无加赚。工会是呼吁公司应该加派骹手，减轻员工的负担。拍开手机也是电脑，只要简单的动手指头唔免出门就会当买物件，而且到货时间也哪紧。尤其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各电商平台的大量订单也致使物流货运业者的工作量增加。即马年度电商城市双11促销活动将要来临，货运司机搁爱辛苦啊！在疫情之下，其实反而是获利的产业。一方面是应该要把这些利润回馈于基层的劳工，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尽快的去补足人力。对于我们货运业来说，是补足一些应有的设备、物质上的设备，像是冷库啦，像是车辆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去缓解这个爆发的货量，以及去让
劳工能够有适当的休息。工会表示，疫情高峰时，配饭业每人逐工的送货量是还未升级3级前的1至2倍。长时间处理过热的高压环境，虽然有物流业者讲保障薪水，不过实际上却是将加班费甲送价奖金包做伙，根本感觉袂到，因为加班加领到的钱，所以也是希望伫双11战场来临前会当补足人力。仓库的方面，在车队的方面，还有在其他的客服的部分，全部都有做了一些的配合，希望今年会很顺利。或医院让我们工作者就是超时工作，或者是甚至产生疲劳，那业者都要负我们治安法跟劳基法的这个相关的责任。但查到严重违反规定，当然会严罚。劳动部职安署表示，企业伫经营发展的同时，本来就应该做人力补充，而且当年拢有将对汇分业者做专案检查。若讲双11这段期间，汇分业的劳工有一寡来进行申诉，也将会做具体个案检查，来确保工作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这几年正拼势咧推动阅读，为特别鼓励民众加读册，李港乡公所、李港乡图书馆伫前一阵仔大改造，最近已经真受好势，互图书馆的环境变甲真舒适，而且气氛嘛真轻松、真活泼，希望大人会当带囡仔去遐看册。开阔空间、温暖舒适的装潢，好亲像是现代流行的册店。不过，这其实是屏东县李港乡的图书馆。氛围啊，还有整体的阅读的，你会在里面感觉就是会比较放松。就地板啊，还有就是墙面，对，可以感觉出就是图书馆在这方面很用心在改进。前一阵仔，李港乡公所为着要配合县府推广阅读，真用心来改造图书馆，互民众较无压力，亲像伫咧厝里看册，嘛亲像来到网络出名的册店，更加是希望囡仔会当介意这个活泼古锥的空间，促进因行入来图书馆的意愿。以前的空间比较死硬，好生闷，让大家有时候像椅子部分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我把它改成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包含灯光柔美，椅子用沙发，让大家可以坐得比较久。我想要让图书馆比较活泼、比较生动，重点是也要让小朋友能够进来。另外，公所嘛伫咧图书馆内底设置3台消毒机，就是希望民众来这看册，唔但对空间感觉轻松，对防疫方面嘛感觉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早期咱台湾渔民咧掠鱼用的鱼网啊，拢是手工扯出来的。用手工来扯鱼网啊、编鱼网啊，是永早真重要的产业。不过后来拢互机器来取代。这款编鱼网啊技术嘛，豆豆啊失传。最近屏东东港就业者甲在地的文书团体合作，来小解这款强要无人会晓的功夫。早期的渔网啊，拢是用手工扯，大部分手路拢真有工。若是来变迁，手工扯渔网的产业已经渐渐失落。目前屏东东港敢若剩几间渔网仔店，这间开卖70年的老店也开始转型。除了卖走外海专用的渔网仔，也开始转接近海养殖场的订单。阮爸爸留落来已经这间有70几年的历史啊。我差不多20-30年前啊接落来。上大仙，阮爸爸是算第一代咧做土王，伊个所在是电土王，上大仙是电土王，先伊个手工的渔网仔了来了电土王，到我拢转至山上，就是讲做渔温这个生意，也是陆地这边啊。早期手工车的渔网啊，到现在若敢若做文化保存，摆博物馆是真经可惜。尤其若老师傅阁找无愿意传承的少年人，照即卖状况，都已经出无几间店勉强咧经营。若阁无对时代的变化，这样产业真正会无意。即卖拢工业化，已经好像这种物件话拢机械车，你就减少人工，大约有一寡物件来拢继续较俗啊。互因个工资也好，种较俗啊！咱这就要退而求其次了，是讲咱就要变化，才会当维持较点对。即摆阮是嘛教阮的囡仔咧咯，咱一甲顾的安尼啦。时代咧演变就安尼啦。业者讲，现时除了转型精灵接单以外，也开始结合东港小旅行的安排做文化导览。
帮助游客了解东港早期的产业甲故事，嘛期待这间店传到囡仔的手头，这属于地方的渔业文化，会当继续活出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嘅脱秀即马伫咱国内嘛真时行，咱国内即马就有一个好好笑的团体，因是咱国内唯一一个女子脱秀团体。因讲唱歌内容真侪拢是为着要替多元性别来发声。伫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来看一场勇敢的查某囡仔安怎用唱歌，互大家了解性别平等的议题。让我们看到朋友的小朋友。不可爱，我们会说不可爱吗？我们不会，我们会说很像爸爸哦。一个人一支麦克 ，talk show 是一种孤单、困难而且较重咸的表演。演员爱伫短时间内一直变化语言的逻辑，也搁掌控现场的气氛，要互观众笑甲嘴啊利塞塞。talk show 传入来台湾的时间无长。为无啥观众开始经营，到最近这几年发展是愈来愈旺，而且嘛伫咧网络顶创造话题，是变甲真实行。所以你若是会使用这个笑话的方式，讲你家己较歹势讲的、较奇怪的所在，互别人拢会使理解讲，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有足侪无共款的人，安尼就会使啊。伫10几年前，黄玉婷是台湾真少数的女性脱秀演员。伊发现查甫甲查某的观点无共款，对笑话的感受嘛无共，所以决定以女性团员为主来创立剧团，用女性的观点来表演，会有无共款的效果。然后那个亲戚看完之后，他那边说：“哎呦，瑞瑞哦，我跟你讲吼，那些同性恋吼，你在大家面前这样出轨，吼，你看我靠，好人糗呢。”然后我想说。如果观众有那么容易笑的话，就好了。用不同角度来翕相考试，点出日常生活当中无去用要义的代志，嘛拍破性别的刻板印象，甲一般商业机制险搁咸的脱秀来比，好好笑女孩剧团应用较温和的方式来培养观众，嘛互脱秀用更较多元的观点来呈现。记者王艺峰、戴凯文台北报道。布袋戏麦当演现代事件，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伫今年有发表6出传统戏剧创新的表演，让民众会当来体会传统戏的实验精神。我无唔甘愿，但是傅君义，我哪有唔甘愿，假是爱找伊。为塔拉库败北事件做发想，讲人生的无常。戏剧梦工场内底真快乐掌中剧团这出摆伫演出的时，佮透过镜头，互观众用较侪角度来看表演。观众伊也是用我的镜头去看到布袋戏卡扎片，这个布袋戏感觉是布袋，足侪美美角角的物件是观众看袂到的。所以我想讲，那既然是安尼话，那我咱个来做一个，互观众。一般看较袂到的所在，互观众看到。这出必有做的最后5秒会看见光、看见暗，也是看见歌，甲歌戏、客家戏、京戏做结合，创作新的演出形式。没有任何一出是横空出世，然后呢无中生有。其实呢，都是直基于传统的创新。跟实验是要让当代人的心声，或是呢当代人的看法被看见、被了解。戏剧梦工场收集6出作品，以传统戏剧做底底，结合古典、现代、西方元素，突破大众对戏剧的认识。11月13到12月19，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记者郭本牛水台北报道。咱台湾上早的城池是1624年荷兰人伫台南安平国宝起的日兰遮城，2024年是台南建城400周年。最近成功大学就挖出日兰遮城伫西边外壁，也有一寡排水系统。那这考古资料伫英国历史记录拢无，是真重要的发现。安平古堡边仔，考古人员伫涂骹2公尺的所在，挖到砖仔壁，这是安伫咧涂骹日兰遮城的遗迹。最大的发现是在机场的城外，就找到了这个排水道。但
甘市文资处委托城大进行热力加城的考古。因头摆看到西城外墙甲房厝的基础，上特别的是，阁有排水道，较早的史料拢无记录。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或研究者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个排水沟。热兰这城是盖在一个沙丘上比较高的地方，照理来讲排水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它还是要排水呢？台南还是会下大雨的。1624年，荷兰人来台，伫即卖安平古堡起热力加城。即卖敢若剩古堡内底即堵壁，阁有10几当前挖出来的遗迹。为着台南建城400年，最近2冬，市府甲城大开始热力加城甲附近台湾市镇的调查。因根据即份伫荷兰找到的地质册，甲现代地质图特图，描绘出规个城堡的范围。伫石门国小。吼，迄个挖2个所在，啊嘛有伫检西埕，啊挖1个所在，啊其实拢有一寡发现一寡清朝时阵，包括一寡海岸边的一寡构造物的一寡痕迹。负责的刘义昌教授希望把这一段一段的遗迹接起来，了解热力加城确实的位置，刷落来伫岛边河源，因为这座城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关键。我们现在是一个以世界贸易体系作为我们生活条件的国家。那我们是怎么样走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呢？那基本上这里是第一步。文资处拄摕到中央505万的经费，打算要伫北平外墙挖落去，继续这个计划调查，让民众更加了解热力加城的历史甲故事。记者陈家文为做台南报道。那伫1621年，明朝的时代，汉人颜师济带领13只尊者伫婚林登陆，伊嘛封讲做是开台王。今年刚好满400冬，最近婚林县政府就伫北港糖厂的仓库甲一寡所在举办展览，要带民众来了解400冬前台湾的航海历史。导演魏德成带大家看伫400冬前颜师济来台湾时阵所使用的物品。婚林县政府为着要让民众知影400冬前台湾开台第一尊的历史甲人物，而陪伴颜师济特点。我想这个历史定位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来开启整个台湾登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立场。用现代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用生命换生命的年代，拿物资换物资，可是它是拿生命在换生命的一个年代。这边展览的所在有北港糖厂的仓库、水林乡岩厝寮的颜师济故事馆，我伫咧164地方池，等是当初驶来台湾的港行的船。导演魏德成也甲拍电影的道具，就和婚林县政府提出展览。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启动了整个关于就是开台400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造，所以有这个学者专家的论坛，提供足够就是组成起来这样的一个地标跟一个就是地方的就是相关言论的一个实据。婚林县政府讲，除了展览，也有糟蹋表演等活动，希望这种重现历史的方式，那好在地人了解家己地方的历史，也好所有参观的民众了解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政府甲英国的剑桥大学伫一礼拜一甲100多冬前失眠的时，对社会国家港铁起的一寡宝物全部拢还回去，嘛希望非洲的少年家会当了解因家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充满节奏非洲风情的歌声当中，英国甲奈及利亚双方代表签署文件，将这加工造型的铜雕由英国献予奈及利亚。为11到19世纪奈及利亚当地出现贝兰帝国，这铜雕是迄时阵上珍贵的文物之一。不过伫英国殖民期间，互人抢去，经过数百年流浪，即马就要伫最近登去到奈及利亚。这历史上的贝兰帝国，甲即马奈及利亚附近的贝兰共和国完全无关系。贝兰共和国伫法国殖民社会进程，捌建立达和美王朝，
前后290多年，一直到1892年，甲法国战争失败，开始60多年的殖民时期。甘乃热里也同款，北南本土差不多9万件珍贵文物，和法国早去欧洲。敢若即摆展出所在地开普朗利国家博物馆就有7万件。法国总统马克宏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准备有系统行政文物，改善法国地政殖民地形象。Non pas une renationalisation de nos patrimoines ainsi rétrécis à nouveau, mais la possibilité par les restitutions, les coopérations, la circulation des œuvres, que demain des jeunes béninois, des jeunes sénégalaises et sénégalais, des jeunes maliennes et maliens, nigérianes et nigérians puissent avoir accès à une part de leur art, de ce qui a été créé chez eux. 马克宏做法也得到民意支持，法国国会去年就通过当地政府行政来做征殖民地文物。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世界真心色来看，日本有一间无人机的新创公司，即马是研发出会晓飞天的奥多麦，嘛开放互人客注文啊。按算伫明年顶半年会当卖出200台，验过一台贵松松爱心台票1900万。另外，伫德国有一间新创公司，伫意大利的罗马的达芬西机场顶是一台空中客运车。按算伫2024年会当用这款空中客运车载人客去市区。眼镜蛇搭到规个运动场拢听会到，这是日本无人机新创企业 ALI 所研发出来飞天机车。这款机车重300公斤，利用传统的引擎式普拉佩浮伫空中，因飞到3公尺高，用时速100公里的速度飞40分钟。これまで地上で移動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と、あとはそのすごく大掛かりに空を移動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し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に、新しいその移動の方法として浮上して走行するみたいな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を新しい移動の方法として提供し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ALI 毋望这款机车除了会当做交通工具，嘛会当用伫海洋救援工作。目前机车会伫2022年的顶半年，用68万美金，差不多1900万台票，限量销售200台。这个月26开始就开放预售，毋望吸引跑车的消费者。不过受到日本的法律限制，飞天机车要真正上路，该等待修法。除了飞天机车，德国新创公司 Volocopter 正正伫意大利罗马达文西机场展出空中客运车，毋望伫2024年会当用这款交通工具为机场送乘客去市区。150 euros may be a reasonable price, which should be sustainable in order to cover costs for this service, and also to be certainly a great value for money, because of course the connection will be very swift. The time for connection will be probably 15 minutes, maybe a bit more, but of course much less than what you will do with a normal taxi. 这款空中客运车看起来像细只直升机，会当同时阵载2名乘客。车辆以9个会当充电的电池，供电予18个引擎，伫运作的时阵比真正直升机更加掂4倍。因为欧洲主管机关有希望伫2024年开放予空中客运车上路，未来为机场飞入去市区，都袂阁是梦想。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那伫意大利的威尼斯，只要是建牌满楼的时，就会做大水。虽讲当地政府即马有启动一个按算要起78道水门来阻挡海水未做大水的计划，不过因为这个计划受当地官员贪污的影响，计划受到拖延，所以当地民众要继续忍受淹水的痛苦。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头前规个拢淹水，到边厅在伫咧室外倒椅啊，也拢浸伫咧水内面。边仔一寡店甲旅客拢换塑胶杯撩水。有真侪古迹高级历史的浪漫水都威尼斯，最近常常做大水。2019年11月，18拄着过半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大水，迄当阵水淹到要2公尺悬，即马政府推动模式计划来对付气候变迁。80 centimetri sul medio mare, quindi diciamo ci sta un grande margine nel progetto che consente di dire che Venezia per i prossimi 100 anni è sicuramente protetta dalle acque. 要开60亿欧元的模式计划，会伫3个外海入口装78个当升降的水门来挡水。不过，这项计划自2003年开始动工，因为贪污的问题一直拖，污染也一直增加。专家担心，以后水门若常常升起来，威尼斯的这个内海会变做死水，造成生态的危机。My concern is that people haven't really realised that we're in the climate crisis.
we're already living it now. It's not a question of, plans for dealing with it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have solutions ready for today. 模式计划怎么也搁伫咧测试的阶段，也未正式启用，所以无法度发挥100%的效果。专家讲，照这么情形看，2050年威尼斯恐惊永远沉入去海底。这么海水的盐分就已经慢慢侵蚀高等的建筑物，造成救不大破坏。L'insieme di questa bellezza ineguagliabile che abbiamo qui a Venezia rischia drammaticamente se non si interviene con grande tempestività.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有11号，伫西半部是好天稳定的天气。因个要提醒乡亲，伫后礼拜2到后礼拜3，水气会较高，台风以北落雨机会嘛较悬，乡亲出门爱会记得早雨满雨伞。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是19度至26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